萨克斯坦关注东突厥斯坦哈萨克人。哈萨克斯坦当局与中国大使的会谈中，关注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哈萨克人的权益，并敦促中国政府批准哈萨克公民的签证申请。根据外交部的新闻服务发布的声明，会议讨论了当前的贸易、经济、文化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，以及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安全问题和期望。以军打击加沙，以色列南部遭到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和迫击炮弹袭击后，以军当天出动战机和坦克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。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，当天以色列南部城市遭到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和迫击炮弹袭击。声明说，作为回应，以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加沙地带多个目标。为东突厥斯坦举行游行，土耳其萨姆松市瓦兹尔寇普卢县举行示威游行，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和压迫。这次活动由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举行。维吾尔人被迫与汉人通婚，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实施所谓一家亲政策，强制汉族干部入住维吾尔家庭，同时当局强制执行通婚政策。据最新消息，维吾尔妇女为了营救监禁的或关押在集中营的父母和亲戚，被迫与汉族男人结婚，维吾尔男人也被迫与汉族女人结婚，不接受这个条件的人将会遭监禁。普京访问土耳其，普京将于本月19日赴伊斯坦布尔出席土耳其留海地段竣工仪式。土耳其留天然气管道由2条支线组成，每条支线的输气能力为157.5亿立方米。第一条支线将为土耳其消费者供气，第2条支线为南欧和东南欧消费者供气。